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10月初8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9节，19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12节到1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师群啊。咱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咧讲到，咱着爱穿上帝所赏赐的军装。这是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1节到17节。检采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基督徒时常彼此批评、彼此判断。好，咱参像咱伫昨分享的迄个例共款吼，咱讲上过紧，但是咱毋知影是毋是咱讲了对还是毋对。较曲是较少看到咱用穿起来穿即个卫士裙即种信用态度。用现代讲法，就是指迄个工作的卫士裙咱的英语讲 apron 吼。当然，伫耶稣基督的时代，工作服是无共款的啦吼。咱今日要讲的重点，亲像伫耶稣基督的教是共款。伊讲，恁还去称我做老师，称我做主。恁讲了对，我就是迄位，但是我是恁的主，恁的老师，有缘替恁洗骹，安尼恁就应该彼此洗骹。事实上，我做了模样来互恁照安尼来去做。这是约翰福音13章第13节至15节。佮较白话来讲，就是讲，咱讲手腕闭起来，裤管闭起来吼。这拢是咧用做譬如做迄个准备要来服侍其他的人，还是做工作的意思吼。较侪时阵，牧师时常会得到兄弟的回应，讲我还未准备好，甚至捌听伫教会的长老还是同工，对某一寡家己无介意，还是讲较有压力的服侍会面对遮个代志的时阵，总是会讲，我也无受到这个专业的训练啦吼。换出句话来讲，安尼回答的遮个兄弟还是同工，拢是无准备要穿起卫士裙无要卷起因的手腕还是裤管。搁较害的一个回答就是讲能者多劳啦，会晓的人做较济啦吼。意思就是讲，互遐即马伫服侍中间的人，因遮个人表示迄个有才调的人啦，因继续服侍就好啦。遐会熬的，就继续做吼。所以讲话遮就是伊感觉家己无，就免做安尼啦吼。其实咱看见今仔日个经文出来记的记载，甲咱透露出一个真重要的教导，也是提醒。真侪人讲这是迄个旧甲袂当搁旧的圣经啦吼。伫摩西的出来记的中间，咱看见有一阵老一辈，比如讲摩西啦、阿伦啦、拿达啦、阿比户啦，以及当初时遮的70位的即个以色列的长老吼，这拢是属于老一辈吼。因伫迄个所在咧服侍，毋但安尼，伫今仔日的经文第5节，咱也阁看到有一群少年的，因伫遐负责安怎上帝来献祭。然后第7节阁看到所有的人民拢安尼回答，
耶和华所讲的，阮拢要遵坛来行。即句话检测咱会去，就是讲就是上帝的命令啦，就是要安尼行。但是啥物上帝命令到底是啥物货？咱倒转去思考，出埃及记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啥？就是要服侍耶和华，就是要来服侍人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人服侍伫即个旧甲袂当佮旧，老甲袂当佮老的经文内底，已经开始就有啊。甚至咱现在的人的教会，咱是来更加爱积极吼。伫保罗所写的批信中间，意思上嘛提醒咱拢爱服侍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彼得前书伊嘛安尼讲，所以恁中间的长老，我苦劝恁，我嘛是共款做长老的，也着做基督受苦的干净，甲三甲有分的，要显现的荣光。恁着照顾恁中间上帝的羊群来监督伊，毋是对伫勉强，是甘心照上帝，毋是为着毋合宜的钱，是对欢喜的意思，也毋是对所交代恁的做主，是要做羊群的模样，这是服侍吼。就是大牧者显现的时，要得到袂衰退阳光的冕旒。第50个重要伊讲恁安尼少年人，也着降服长老，因大家也拢着谦顺做三清来服侍，因为上帝制得这骄傲的，施恩互谦卑的。而且强调着谦卑服侍，谦卑服侍一直是圣经对军队上帝人的要求。到底谦卑是啥物货？牧师用几个谦卑的角度来讲吼。其他的咱嘛家己会当去思考啦吼。谦卑是应该是讲，只要愿意服侍的人，基本上已经算是谦卑啊。当然嘛，爱提醒家己莫骄傲啦吼。因为愿意服侍的人，基本上已经无坚持坐伫遐互人服侍，这已经开始咧做代志啊嘛吼。谦卑是无看重家己气力的人，所以讲伫服侍中间嘛是爱谨慎，爱谦卑啦吼。谦卑是看重别人的服侍，并且心存感谢。谦卑的服侍是愿意交互后一代少年人继续承受上帝的呼召，毋通迄种讲吼我搁老的呢，我搁压伫咧呢吼，我着爱来做决定安尼吼。爱愿意交出去，因为迄是上帝的工，毋是你的工啦吼。上尾牧师要甲咱讲的是讲，谦卑就是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人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0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到23节。出埃及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彼得前书5章第1节到第5节，12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围裙，或是说围兜兜了哈。我们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经文，或是另外一个角度，在讲说我们要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。这是以弗所书6章11到17节的经文。事实上，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在抵抗那个撒旦的权柄，但是或许因为如此，所以很多基督徒误解了，就常常彼此的批评，彼此的论断。正如我们昨天引用的那个例子，实际的例子一样，我们急着说话，急着做批判，然后也不知道到底说对了没有。
我们甚少想到我们应该要穿起围裙。这个围裙现在说法就像围兜兜啦，工作的围兜哈英文叫 apron。那当然，以前耶稣基督的时代，他们的工作服是不一样的哈。那就是用时代的想法比喻，是说其实就是要做工的意思了哈。所以重点就是说，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洗脚的教导一样，他在约翰福音13章13节到15节这样告诉他们的门徒：你们叫我老师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对。因为我就是那一位，因此如果你们的主、你们的老师还洗你们的脚，那么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。事实上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好让你们也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们用更明白的白话一点来说，就是说卷起袖子啊，或是卷起裤管啊，这个都是指着要预备要服侍，来服侍其他人的意思的哈。那是可能就是牧师我说，哎，你这个袖子卷起来没有？可是呢，比较多的时候，牧师常常会得到兄姐的回应，就是说，哎呦，我们还没准备好啦。甚至有教会的长老啦，或是同工啊，对某些自己不喜欢或是感到有压力的服事，总是会说，我们有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呢？换句话说，这样的回答，这样的兄姐或是同工，他们就是不预备要穿起围裙、卷起袖子，或是卷起裤管。更糟糕的回答是，牧师常常听到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能者多劳啊，就让些服侍的人继续服侍就好了，因为他们是能者，就应该多劳。那现在没有做的就不必劳了。”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很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记载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。这个经文被称为老掉牙的经文呢，有告诉我们，这服侍者有谁？有老一辈的，比如说摩西啦、亚伦啦、拿达啦、亚比户啦，还有70位在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的长老们，他们在服侍。可是，在第5节的时候，却告诉我们有一群年轻人负责向上帝献祭。第7节的时候，他说人民都这样回答：上主吩咐一切的命令，我们愿意顺从遵行。上帝的命令是什么？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目的，摩西告诉法老王说：让我的百姓去服侍耶和华我们的上帝。服侍上帝、服侍人是他们出埃及的目的。那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已经达到所谓的人人服侍的阶段了。我们呢？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服侍、谦卑服侍的心智。那今天在这个新约的经文彼得前书，彼得是这样子提醒，他说：我现在以一位长老的身份向各位长老提出请求，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，要分享将来所显现的荣耀。我请求你们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了报酬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不要管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，却要做羊群的榜样。这样，那大牧者来临的时候，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。同样，你们的年轻人要服从长辈，年轻人服侍哦。大家要系上谦卑的围裙，彼此服侍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里提到是谦卑的服侍者。
年轻人也好，老人家也好，是这些长老的身份也好，谦卑服侍一直是圣经里面对跟随上帝人的基本要求。那我们要来思考是谦卑是什么？有几件事情牧师来分享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再多想一些了啊。基本上呢，那些愿意服侍的人都已经是谦卑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坐着那边等人服侍。不过呢，还是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骄傲的服侍。所以谦卑就是不过分的看自己的能力啊，不要看得太高太重。再来呢，谦卑是看重别人的服侍，并且心存感恩。谦卑呢是愿意交棒给年轻人，让他们继续承受上帝的呼召。我们时常看到一些比较有传统的教会，都有一些长辈，他们觉得说，我还活着，所以我还要做决策。我想这个需要重新思想一下。最后一个角度，牧师要分享是说，谦卑是愿意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